如果我淨係教一個溝通技巧呢，我會教啲乜嘢溝通技巧？就係大家覺得緊張嘅時候點算好呢？係咪同自己講話唔好緊張就得呢？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唔好控制自己心情，反而咧係控制自己聲線咧，去進入一種平靜同埋緩慢嘅狀態。呢個咧係 Chris Voss 入邊講咧一個叫深夜 FM DJ 聲線嘅技巧，佢可以幫助到自己覺得平靜，亦都幫助對方覺得平靜。而其實個原因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情緒係我哋控制唔到嘅，但係咧我哋可以控制自己嘅聲線。大家冇發覺我而家聲線又有少少唔同呢？呢個咧就係 Chris Voss 講嘅 playful voice， 一種正面同輕鬆嘅聲線。咁我哋可以試下咁樣啊。當你去 pitch 一個重要嘅客嘅時候，試下用正面輕鬆聲線同佢做一個對話嘅開頭。而當你聽到對方有一啲 objections 嘅時候，試下用深夜 FM DJ 聲線去同佢講啊，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你個問題啊？你啱啱講嘅係咁。咁樣咧，其實會幫助到我哋同客戶咧去快速建立一種聯繫嘅。如果你想學習更加多心理學為本嘅影響力技巧咧，希望喺嚟緊嘅影響力心理學課程嗰度見到你。